呢次數碼經濟論壇係一個國際級嘅會議，有超過4000位嚟自40幾個國家嘅參加者。呢個唔單止係執行一場會議，而係要創造一個可以啟發創新、促進連結嘅體驗。呢場活動規模好大，要管理超過180位工作人員。最大嘅挑戰就係要保持每一個環節都流暢冇錯誤。呢樣嘢真係好考團隊嘅合作同埋現場嘅應變能力。喺現場設計同埋體驗方面，我哋 Eventis 特登設計咗一個配合主題嘅 Welcome Arch， 仲有 Experience Zone 裡面唔同嘅互動展品，希望參加者唔單止係睇到未來嘅數碼經濟，而係可以親身感受到呢種沉浸式嘅體驗，就係我哋想帶俾大家嘅嘢。我哋仲管理咗一個先進嘅虛擬平台，等線上嘅參加者可以即時睇到直播，甚至同其他嘅人進行數碼交流。我哋今次已經係第2次同 Cyberport 合作同樣嘅活動，合作非常緊密。佢哋對品質同創新嘅要求都好高，亦都令我哋嘅團隊不斷突破自己。見到活動可以順利完成，又得到咁多嘅好評，對我哋 Eventis 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肯定。